新闻啊，神社好忙，洗好咧，叫油洗无？唔去困啊？啊！哦，你洗麦竟然金温存的呢？唔去困啊，上条向我。见来见晓得咩啥阿公呀哈？阿婷，佢爸爸很好啊。有几好？有阿公对咱好嘛？佢會搞好聽看神呢。看神的有乜計咯？唔似話用木做人看。你安尼看啦？好啦，唔愛講嘅啦。阿公啊，最近當忝呢。喺前世每個，因你接送現先騙人嘅幸福，包到騙人各種嘅幸福，真係自家親事了嘅。等到有一日，因你要做點騙人幸福嘅方式去做，才忽然發現根本就唔係安樣。行到了尾，你袂忝无？做得了了，一下无？愛你頭前，還有青豆嘅路，一行有你做伴，愛唔會驚。三斤肉擺個誒，做啲切盤，阮即將來食，唔個咧，糖醋鳳小，豆瓣未做的，用啊喏。還講來按強的煮菜，也哈就唔是啲也健康食譜。小姨啦，唔好不欺騙哦，欺騙本哦就會難死。哎，喂，迄無問好兄弟食泡麵要做的啊？煮泡麵啊，煮滾水，應該凍壞啊。
是。不怕啦，反正也没多好处。买嘛，这东西做哪呀？你肚脐呢？该啊。对唔对啦？冇错。冇错。算哈，算多少钱啊？算清楚哦。啊耶，个混了赚了哟，混啊耶，混了赚了。莫闹了，还算清楚，算清楚了。啊耶，混么最后一岁了咯。哎，4000人算嘛东西咯？算过。有按照哦，叽哦，又酸了吼。你录呀，技术又唔好，不你录下去哦，哎呦，点啦。点哎呀，混了赚了哟，有机会哦，莫衰了耶。对啦，5000人加4000人，5000人，你也点么东西哦？5000人。300人，伊嘛佢5000人看得起啦。好，俺两个，那个东西哦，俺先不用你来了哈，唔值钱的哈。我看你了啦，唔是钱，375啦。好钱的，好棒的。好了，俺先不用你来了，天光俺上了，你不搞办过来了哈，不用加油哈。好啦，喂，等下，我要拜託嘅父母哦，咱咪準備個神神啦，咁要記得咯。少啦，哎呀，點我為俺兩個既又油又肥的土雞。阿公，阿婆叫你跟明阿公都不要吃太肥啊。哦，過來很多啊，公哎啊，來這，做呢？阿杰啊，阿田嗰啲水普土呢，我哋聽白作嘅咯，聽水下。點啊，樣笑笑。我講你唔記得伊啦。好啦。静文，明天见。拜拜。哎，今天不能按摩的，做门婆的耶，你听吗？我只是吹口哨而已，又没有怎么样。哎呀，是啊，個撩貴呢？哎呀，撩貴撩紅天來咧。可是我已经吹口哨了，怎么办？阿坤呢？你上來呀？嘿，阿坤呢？阿坤呢？你多是按叫嘅，樣啊，天日下成發嗰度好冇嚇？哎呦，笨呢？阿坤呢？你上來看天，你看到了哦？好，阿成你只，阿爺片，好，天，你考慮皮阿坤阿公。成你只。阿公，赶快走啦！好，冇走啦，你好了。阿你只，好。阿坤呢？阿成你只咯。阿公，快点啊！阿坤嚟只。冇得咧。阿坤，阿你只，阿公，快点啦！好，嚟只，好。死嘅啊，行好片啦！哎呀，想死嘅！阿公，有咩講法啦？那条妈妈心里有个眼泪。講嘛，你嚇阿公啊！好。阿公，再见，拜拜。哎呀媽呀！阿公，再见。
跟阿公在一起。讲好嘛，哦，你阿公都干不掉啊？那你把它堵死，这讲嘛，这啦。讲好嘛，你阿公都干不上来，哇，哦，这个啦，这个没吓到啊。大梦伊，大梦伊。爱情，爱情，爱情，爱情像太阳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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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不醉不归。哎，卖你啥意啦？ Happy birthday, my love. Happy birthday to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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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阿英姐，订烟。天嘅願望，希望元旦陣嘅大家都身體康健、平平安安。天年嘅願望，天年嘅願望一定係本藝亮嘅聲音嘅好安好聽，希望佢哋做一個快樂嘅日子。錯，阿英姐。快樂係真單純嘅，唔係真難得到嘅。阿英姐，你聽錯咗的。阿英姐，阿英姐，阿英姐，咋做好了？这样做嘛？呢三個願望，我要同阿公話解，good timing on 風調藝術。好。證明到什麼太假？阿英姐，你要什麼嘢哦？係現狀哦，係講唔係幾哦？你哋結婚，全部唔係啲係牙生嘢咯。走，垃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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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修樂容我們那個破案來了，快樂凶啦，快樂凶啦！垃圾，垃圾，垃圾，垃圾。矮是母肉哦，啊，也意思讲矮肉唔係咯。還有啥？你還有啥？我想，在元旦嘅一整一天，喺我嘅生日17多久嘅日子，根本安排得3年，強強就留一家秘密講出來咧。元旦嘅一天，提上眼裏，需要嘅唔係酒，係你老愛，係
嘅每一幕神伫尾度，全部都用你老爱。不过，迄爱真经是酒醉咧，也係你老爱嘅目神，真经无得强下。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，像我这样为爱痴狂，到底你会怎么想？过年，中国小警察，来了，啊，声音，奇怪哦，明早送的，你听乜解啊？错啊！佢就按单纯嘅，快乐就当快乐。我冲你哦，头哪都唔知做乜嘅东西。奶奶比有牙动伊嘞啊！无影倒来啊！唔过我去牵翻你，无爱到你嘅姑娘啊！你凭乜解人聽？係愛到人嘅本樣啊？我转来用中嘅爱情。贵安部就老伫四目谷，无法度眼无看到。係啊，係手迄阿妹妹愛，妹嘅妹愛，用嘅啊。你有冇暗唔啲見笑呢？凊彩而家用上啊！睇水咧。我应该相信，我遇到嘅人全係好人。我应该相信，眼前嘅每一個人，都係因為愛一個人，承擔一件事情，故所
又做唔得讲出来嘅秘密。我应该相信时间到了就会有答案。我应该相信根本按步其实系一个好嘅开始，唔系结束。我应该相信，也相信自己。大梦伊，大梦伊。朋友骗你无事情啊！朋友骗就无事情啊！朋友骗就无事情啊！讲是朋友骗就无事情啊！讲是朋友骗就无事情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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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有一件事，小李先生佢讲错咧。这个世界，你老人嘅相处，唔但抢有是非题，还较多嘅系问答题。我尤其希望这个世界，有一生人做对懂了解我，我从嘛个一下，还有安强嘅生人，太了解我。我讲啊，没无人求过嘛该，因为爱弟我是一个普通人，还冇你哦，你带我落呀，你还没有不爱弟，我是一个骄傲的人啊。也是，你不爱的，爱讲故事，爱讲那个世界好无地爱嘅人啊！啊！呀，世界上根本就无错啦，唔错嘅嘛。所以人爱讲云当到底有乜嘅秘密冇啊？我讲啊，我唔敢人求嘛该，我想求你看待我，不爱自卑，做在面对你想我不爱看到嘅。
唔可能唔讲道理好无？那我讲无就无嘛。还讲无？根本让我讲清楚。哎，让我讲清楚，讲清楚，还讲无？大梦伊，大梦伊。做乜咁硬做啊？唔好讲诶，你家走啊！佢做乜咁答你？你拜托唔好问咧，我亦看到啊，我要问佢大事啊！你喺前面問清楚。总的，阿伯，唔係，总的，阿伯，唔家走啦！唔講佢答你咧。你讲为讲来好，就请唔好猜一件事情，也是较会处理。佢死人了咯，佢會答佢哋喎。佢迄好阿爸，佢對生意同好，什麼唔關心，唔該走啦。Hey there, where are you? 走，唔該走，你拜託唔該走，走，唔該走。因为多啲些都很久了。然后都发生乜嘅事情？冇。冇啦，冇，冇。有乜嘅事情，我同佢講。好。老梗。老梗。做啊？原來空了，手按不按壓張轉，行空會去。咁是愛？沒有啊。哦冇。
走啊！走。走。俺拄唔掉诶，因为同艰苦。坐一下，坐一下，坐一下。慢人还唔是按多久？用个啥？根本要普通的。用个啥？今晚弟弟啦，讲个拜拜哦。哦，不安排上，哎，你们两个去叫那个孝婷、孝安哦，一起来拜，干嘛？他们信上帝，从外国来的，只说拜拜不拜拜。你绕口令了，你讲的什么话嘛？入境随俗啊，多一个神保护有什么不好？叫还你来拜啦？啊，哟，咁冇可能其他人了啦哈！我等下哦，好注意哦，这份朋友过来啦，还有孙晒这边，还有孝婷、孝安啦，好安好甜啊！他妈村长，你手里啊？哎呀，你阿粉呢？哦，对，哎，哦，嗰个好生意唔使讲我来拜咩？我可能所以都唔睇我行嘅啦。老公，这是你的。哎，我的。怎么拜那么少？哎，唔该，那差都关系啊！做一个村长拜那么少，没有诚意，难怪会废校。我会麻烦了。哎呀，这村庄没人啦，佢店面大家多点啊！我有人讲哈，赶快多买一些啦。你们不要混到我，村长都很少哦。哎，小弟，我遐条东西全都给我水就是做得了。系啊。他有明星地位啦，无困去喊你水咩？阮去歇看下啦。我用个调丝的，我用个啥？用不同电电啊。做咧前面来天数啊。慢嘢。係喺路邊粉嘅，係吃嘢。挨到咗，挨到咗。对啦，那调丝牛用盐啊。来啦，让天数。哈不立刻急救吧！不要，推吧。我有点不会跑嘅。矮啲啊！好啊，再来哦。矮啲啊！係用文青後臉，石頭卡到嘅東西。我插佢用嚟做乜嘅？反正結果做一盤啦。今年暑假，也没带你就转到云荡村。So, I want to give you guys a surprise too. 你觉得会是什么啊？哇，你要做乜嘅啊 I decide to take you guys to camping. Daddy! May I invite some of my friends to go camping together? Of course you can. 我哋請秀麗先生、聰明哥哥、阿平哥哥傾下希望。Why not? Yes!
杨光林。大家好。用公人来，就倒来。嘿啦，我来请阿英姐天数的。天数？我天马该数咯。哎，不用，应该出唔晓得啦。天总哥啊，我到去参加今年的普渡啦。本来哦，迄找人迄天数注册咧，不过迄公公子哦，传目的地啊、洗酒水都遐梦想咧。不错吼，所以现场想去抢阿英姐过去救去啦。哦，做点无？迄我唔去出去啊。哦，好停，结束，下条跟我去云淡过笑啊。生意唔是去啦，来吐出好诶。I want to go。阿佩啦，唔对，好讲马该了你讲去旅游嘛？哦，找人动枪都有准备咧。敢唔出去啦？但单枪哦，会搞事，若做伙吹哦，没伊好势啦。刚会去好到天数。回去。拜拜。再飞。再飞。再飞。哦，现总讲啊。再飞。拜拜。生意哦，懂吧？你有唔行咧啊？我动作就会摆咧，哎呀，唔惊去准备哦，尾款唔差咯。条摆哦，硬尾都喺前年行喺大洲就可以准备做3成咧。阿英姐。啊？你怎么敢唔请天数呢？你怎么该唔报警？那有讲破面家啦，唔是啲眼蛇哦，眼暗杂的，不会输啦。好，来。事情冇咁简单。哦，我都唔去买嘢啦。每個家庭、每對公婆都有佢條無共樣嘅相處方式。根本乜嘅都唔知出來評論捱做乜嘅事情。很想讓你天數聽聽。有冇使用你天數？還是？而家就你用嘅呀，規年就係咬你天數，愛心態度係冇。將你天數俾到成年自家覺得唔好嘅嘢，捱當好，唔是唔就係捱天數啦。你對哦。要不要是俺配提嘅講讓你天數給你？現總哥對你做出安樣嘅事情，你係見邊一張對不對？阿姨，我說你係帶點生意嘅，就做人一幫，錯冇？哦，然後停 ，Hurry up。OK。第一咧。尊總，我請問哦，要附近呢有乜地方好山好水做得旅遊？旅遊？有啊，雲淡哦，那好山好水哦，滿來咩？還是想講，點不加水母就當蔬菜，
有位衰的老婆，懂奇怪吼。若是上到从美国家下，当然迄有病了，拿出几家人的带点去旅游。有机会本身也接触太自然，以后的经验嘛。遐人遐，哦，我咧山东的生人的哦，无像我那接触个太自然的呀，我较相处的事情啊。哎，你懂我，懂我啊，懂我。啊，想带天天乡下去做得无？带去哦，歹势啦，佢天天当屁尔，有时阵挨咧讲哦，又唔通挨发哦。唔会啦，丁丁吼，一进反应又强，俺中意。哪有啦？其实哦，好安做的啦。哎，佢带去唔会麻烦的啊。唔会，俺想多带几只生意呢去做盘。好安然啊！佢就找个名医啊，名医加一个新闻啊，还有阿水的加视频，抢下去，好冇？好啊。好啊，去安過啦嗬，好，我係要啊，我係個小李先生啊，攞佢對後生兒係唔係嘛嗬，叫我照顧生意呢，哦，有人聽說還較好啊。阿哥，好啦，好啲，我田準備好咧，準備好啦嚇，好，個阿姨呢嗬，迄個小李先生聽說啊，暗掉嘅，期貨去拜拜現場，唔去嘛？我這唔得啦，總會有人裝點嘛。聽講佢後日又冇做生意啊。哇，原來啊，哦。哥，馬小姐，有。小李先生要去，甲阿芬哥哥要去嘛？阿咩唔理人哋，你話啲後生係哦，對一拜拜唔啲有興趣冇，像佢天天夾把夾尾啊，啲講佢哦，輕易賺哦，死命唔賺哦。Okay, listen. Every activity is opportunity of learning. After you come back, write me a report. Okay? I hate to write report. Me too. Come on. 應該啦。阿姨咧就咧唔教唔中意啦，應該啦。一表人才，書要委託，睇教書未嗬？哎呦，好正咯！我哋阿姨咧哦，我教不阿姨咧哦。你講。以前阿姨所嘅奶嘅老人呢，係一對係冇？係啊，其實從細就係一對啊，一隻係才子，一隻係才女。唔係啦，佢哋細時就亂掉啦，係咧唔鬧人哋哦，人係有語言嘅啦。陳總啊，你講係乜排泄？阿姨你家本捱係捱福氣。唔講啦。讀書人哦，講乜都冇用啦，莫怪哦，你兩個細人哦，本搞到暗號啊！啊，錯啦，什麼樣一茶？啲告知哦，當天名聲嘛哈，一定要知道哈。兩個細人，帶隻咯哈。張擺彤。你用愛糖包。張家分手6年行後，如果嚟家用過生活，佢嗰邊人都變。我時間也多，冇夢到佢寫嘅世界大嘅畫面，叫到啥？過後佢就開始打。明白㗎，就係因為佢太愛。好笑。安靜。佢程度對愛嘅需求比別人較強，企圖留喺面強用。每次都獻總國，聽說要接受治療。做唔得啦！伊個太好教書去做心理治療，加上用嘅風險老師你搞唔掂啊！相信啊，佢真係一個好阿爸好先生。
今日上心爱，今迄个好老公，日头白黑，打到空去了，有相亲办法就请到你了。娘啦，娘带注定好哟，我想这去这毛路。你做咧神枪打炮哩啊？佢係我生人嘅爸爸，我做唔得安尼。安吉，这件事情哦，听说要想办法解决。莫黑讲那样嘢，出太重嘅发，事情会变拢样嘅。我真嘅唔敢想。放心，佢出事哦，係有分寸嘅，只要我原定就冇事啦。你某個時間發現我本吉他。做了让给你。安吉，你好诶。哟，你用那种马东西了哈，没嘛个呀？我同讲吼，廿尾，阿平哥哥吼，讲事情啊，注意哦，做唔乱讲，做唔乱讲啊！哎，做嘛该做唔得讲？谁人木难做什么？太前谁冇讲？到底是有迄么个意思？是有正经的意思？可能係人老人之間相處時節嘅體會。唔係我嘅，見搬出去，搬出去。有冇可能啊？该你对我人家讲讲，冇那有冇可能的事情。啊！冇走。廖大嫂，拄好婚姻，好搞生意嘅，唔过唔到即家咧。唔係駁電哦，佢係牙爸呢。Hey, stop it！做唔得，佢係牙爸，佢就做唔得。3Q，元旦國壽，莫飛教。慢慢來看解，佢哋係未限可能對將來，不敢有嘅不應該，想了會，你愛這個表講你未要演配，愛同解對，你這個人家沒安用，從早的走過談愛上癮，假使有人愛你動情，依舊唔是對愛。愛，